台北风台造成中南部淹水是淹甲真厉害，有国民党的立委就批评讲，包括嘉义县、台南市、有高雄市，拢是前瞻建设特别预算治水的重点哦。因质疑讲钱是开去倒位咯？高雄有民进党立委是表示讲，高雄利用治水的预算建设25座的地方池、119条的排水系统，面对雨水这么多是有发挥作用。堪比风台来强风大雨，造成中南部真侪所在做断水，尤其是高雄一天的雨量就超过莫拉克风灾记录。因为国民党立委讲，包括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拢是前瞻建设特别预算内面治水的重点地区。不过这边拢浸伫咧水内，这期补助经费是不是拢会花去？在整个的前瞻预算里面，高雄市拿的最多，超过1200亿治水预算，高雄市也是名列前茅。请问一下，这些治水预算到底花到哪里去了？光是编列治水的预算，在前瞻计划就占了884亿，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这样子的高科技预警还有监控落实在这次的风灾当中。国民党立委陈金辉并出前瞻预算报告。讲水环境建设项目总共2040亿的预算，其中雨参加排水改善计划编列884亿。因为根据前3期水环境建设相关补助件数甲金额，高雄市、台南市甲嘉义县是排前几名。另外，伫第一线保强城市防洪排水的应急工程，这3个县市经费也拢排前几名。蓝眼奖的打水漂。完全是风凉话。高雄的治水预算做了25座滞洪池，119条排水系统，减少了高达490万吨的水流入市区。许多过去严重淹水的地区，这次水退的也快很多。面对极端气候，必须要在不断的调整，刻意的用口水攻击，刻意用政治攻击来抹煞过去的一些建设的努力。我想这个是不必要的。洪灾搁在引起朝野互相攻击，民进党的高雄市立委是回击讲，这么上重要的代志是协助灾民完成灾区的重建。记者综合报道。